关心弱势团体常常受到民众管来不足，甚至这寡物资会卖掉换钱。也因为疫情关系，新竹市政府就寄付一台消毒机器给民间团体，希望有消毒了后，大家继续来卖爱心物资。那内底拢是民众做爱心捐出来物件，经过整理了后，先喷一盐内米防护液，佮送入去机器内底，彻底杀菌消毒。疫情期间，这项措施唔但会使降低工作人员安全风险，嘛互来买民众更加放心。可以这样消毒过，我们就很放心哈，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措施。这样来自各界的捐赠的物资很多元，那也相对的复杂。那我们也担心身心障碍朋友他们所整理的过程当中，是不是会有一些污染感染这样的个担心。客人中心讲，最近因为疫情影响，人客来买二手物件意愿减真多。市政府即马寄付这套工研院甲厂商合作设计消毒系统，希望会使增加社会大众的信任，也提升因做工课的品质。怎么样来抗菌消毒这部分，必须要有高端的技术，所以我们有一个消毒的过程。那我们有实测过这个抗菌的效果达到90% 以上。现主时疫情阁翻头拖，客人中心讲，加强防疫消毒，除了避免工作人员同仁甲人客接触病毒、细菌感染，嘛希望相信障碍者卖二手物件这项头路，会当更较稳定行落去。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。